咱第一遍吟会当吟较慢的，较慢的，总是这是俄乐，上时是上赢。愿上帝恩典，甲咱做伙伫咧迄个上观音，就是结束上观音来结束，来做伙来吟一遍预备来。俄乐转念，恩典主宰，万族千后，感谢跪拜，白行诚实，因公义仁爱，尊严上在，地高万代。再来唱一遍咱真无识，总是真有意思的歌，所以咱上赢上尾会唱这条，所以咱来互这个旋律更较熟悉看。特别圣乐队到时候圣乐队爱带大家将这条歌迄个上高峰的所在，礼拜的到上高峰的所在啊来。俄乐转念，恩典主宰，万族天后，感谢跪拜，白行诚实，因公义仁爱，尊严上在，地高万代。请准备心，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。
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无快快生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。这是三角的吟诗圣诗第119首，圣诗第119首，上帝的囝基督，上帝的囝基督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上帝叫基督，现罪光复源头，常常是阮属福，亲像河水长流，慷慨心肠我的水，情深了救主恩惠。上帝慈悲仁爱，永远拢无变化，必定看我现在，人心何乐像花，但人受我的依靠亲，应该感谢耶和华的心。我的国家，离开阮耶稣的家公呀，这我得得，伊老不会问啥去，救我灵魂眼我何时是天我受我有，心爱真爱无答，常常往生见准，祈求天父感纳，总是准也袂忘无，所行所做无正功劳，求主放赞有情，予我会行好事，孤单甲我行去，应做信心的主。我要好山日日滚滚，我要出名哦路大运。请咱议员徛地，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四读圣经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字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拉多人来受苦，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世人中叫我上天，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，伊要天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启应文，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，启应文第38篇，启应文第38篇，将是传道书第3章。我来客请会众来引。天下万项事拢有伊的期，生有时，灾症有时，哭有时，哀伤有时，东房有时，亲热有时，憔悴有时，保守有时，疼有时，
情情有时，听有时，战争有时。我知上帝所做一切，拢会留到永远。上帝安尼做，是要互咱伫伊的面前心存敬畏。咱三甲压头来祈祷。听阮世间人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保守阮伫即个世代，也会当平安来到你的面前。三同自执，感谢学罗你，献上感恩的誓。虽然阮伫即波的疫情中受到袂世的冲击，感谢主的看顾，互阮无抵教、无担当。求主继续引带阮头前的路。近来的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，求主伸出公义的手，保守。互战争紧紧来结束，通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伫即个节气交替的时候，气温变化较大，求主保守阮每一个人有充足的体力来维持身体健康，也保守阮兄弟兄弟中有心灵欠安的，会当得到保守扶持。阮教会伫近来要推动阮礼拜更新变化，甲逐项事工会进行。求主保守阮，互阮有同心合一来进行，通互教会带来新的动力新的气象。今仔日吴牧师要分享的信息，求有对你来的气力，通拍动阮每一人的心，也讲甲听的，拢会当平平得到帮助。我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免。三甲来看上帝话，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书第8章，路加福音书第8章第40节到56节，第40节到56节。我来读，耶稣倒转来的时，众人接纳伊，因为因拢在听候伊。有一个名叫该路，就是管会堂的，来拍伫耶稣的脚，求伊到伊的家，因为伊有孤生的查某囝，约落12岁，得要死。耶稣去的时，众人为愧伊。有一个妇人人血流12年，因为请医生加伙破到了，无一人为医好伊。来到耶稣的脚床后。脚趾后，望伊3支的手，也泄漏即时止。耶稣讲：望我的是治罪。大家讲无。彼得甲同行的人讲：先生，众人逼我约着你。耶稣讲：有人望我，因为我知有权能对我出。有人看伊看袂捌。摇摇出来拍伫伊骹下，当众人的面前讲明望伊的缘故，甲伊怎样念变好。耶稣甲伊讲：有人啊，你的信有救你，做你安心倒去。伊要得讲的时，有人对管会堂的家来讲：你的查某囝已经死，免劳动先生。耶稣听见就应讲：毋免惊，只着信，伊就得着救。伊就得着救。已经到伊的家，伫彼得、约翰、雅各甲查某囡仔的父母以外，毋准别人入，甲因入去。众人在啼哭，为着伊来对行。耶稣讲：无得啼哭，因为伊毋是死。是得困尔定，因就去笑伊，因为因知伊已经死啦。耶稣看查某囡仔的手，叫讲：查某囡仔起来！伊的神复倒，即时起来。耶稣吩咐，互伊食。伊的父母戆硬，耶稣命令因，无得将所行的事甲人讲。这是学老，请圣乐队。因今仔要吟的诗是奥秘。
正道即是五牧师要来正道，正道的题目是只着信，只着信。大家平安。愿上帝稳定，甲咱做伙伫地。今仔下早起，我起床的时阵，看到路口咧落大雨。咱知影早起是有落大雨，咧落大雨，我看到雨，就开始伫遐祈祷，求上帝帮咱扶持，互今仔日要来到伊的会堂内底敬拜的人，伊的脚步在我，得到平安。虽上是咱有时阵会感觉，咱的祈祷改成无啥物功效，总是做基督徒要紧的是，咱爱相信咱的祈祷，上帝会听见。所以，就亲像最近有时阵，咱若拍开电视，会看到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。咱甚至会看到真侪记者去到现场报道一个性命故事。有时阵咱会感觉咱改成无法度做啥，总是当我若看到这个故事了后，我的心艰苦，我就会为因来祈祷，求上帝指示，嘛求上帝怜悯。咱相信上帝的作为。会赢过咱目睭所看到的，这就是做一个基督徒要紧的责任甲义务。愿上帝帮咱扶持，互咱所活的这个世界，咱的教会也得到上帝所赏赐的平安，甲咱做伙伫地。所以，这时我要邀请你，你的头前后壁边啊。假使你无法度，咱无法度握手，总是咱会当甲伊讲一寡亲密的话，所以你会当来讲，真欢喜你坐伫遮，真欢喜看到你，真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咱做伙来祈祷，求上帝开阮的耳孔，听见伫早起时你要向阮所讲的话语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1623年，法国的科学家加哲学家帕斯卡，伊伫伊真出名的一本册叫做《思想录》顶头安尼写：有上帝，也是无上帝，咱会活倒一边呢？伫这个顶头，咱的头壳。无法度决定啥物，总是这是一张跋筊。对帕斯卡来讲，伊是一张跋筊，咱非跋不可。因为跋有上帝，比跋无上帝会当得到更较悬的利益。所以帕斯卡安尼认为，伊讲一个理性的人，若要跋。安尼就爱下伫迄个有上帝迄边，这个真出名的推论，后来就被称作帕斯卡的跋筊，就是下注。C.S. 路易斯后来捌伫伊的册顶头安尼写，伊讲：你若要甲别人跋筊，跋讲有上帝还是无上帝？上帝是良善是好的。也是上帝是宇宙中一种历代生命的存在，有永远的生命，也是人生是空虚的。假使你无真大，那安尼毋是一种真严重的代志。总是直到你的跋筊的迄个。下注增加到互人惊的地步，直到你发现，你毋是为着对得，还是6仙钱下伫遐，毋是，是为着你伫世间上所有的每一仙钱，放伫遐，你才会发现，原来这样代志有偌严重。C.S. 路易斯的话，拄好讲条。
今仔日伫经文内底，咱所读到这两位可怜的女性，因真正是为着这个世间所有的来下注，因为因无法度啊，因只有将这个挂伫主耶稣的身躯顶头，因才有法度。其中一位有破病12天，经文安尼对咱讲，路加福音第8章43节是安尼讲的哦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迄时有一位个妇人人得着血痨病已经12年久，虽然倾家动产找医生，毋过无人会当甲伊医好。我相信在场只要是成年的女性，就会知影伊的痛苦，拢会当想象这个妇人人的痛苦。一个月6几天，可能会当忍受，总是一个月内底每一天拢安尼。咱想看卖啊，这个妇人人几天？12年，12年每一天拢安尼。咱会当想象伊偌痛苦，无怪伊要开尽所有来找医治。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女性，当耶稣甲门徒对吉拉辛转来到加利利，众人去领旨伊的时，路加福音第8章41节到42节是安尼讲的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有一个会堂的主管，名叫做叶路来，伊一个看到耶稣就拍伫伊的骹前，恳求伊去引导，因为伊12岁的独生查某囝得要死啊！犹太人的会堂内底有几种的业务，其中文书主要只是讲解圣经尔。其他的代志，就是会堂的主管来总报，所以伊的工作，叶路的工作是安排会堂所有的事务。叶路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要发光，还是要起来。总是这时的叶路无法度发光，佮无法度起来，伊是拍伫耶稣的骹前。来救耶稣，所以伊找着耶稣，应该也是无法度的状况下面，因为伊12岁独生的查某囝已经得要死啊！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两位女性拢受排斥伫上帝律法以外，对当时上帝百姓的群体来讲，因拢算局外人。利未记第15章安尼记载，一个血流的妇人人，除了伊身躯有这款的状况以外，伫礼仪顶头也互人爱看做是无清气。所以利未记15章记了真清楚，伊倒的所在，伊坐的所在，包括伊摸到的所在，拢无清气。甚至毋但安尼，连其他的人摸到这个无清气的妇人人所摸到、所坐到、所困的所在，伊也无清气。同款，这个12岁的查某囡仔，伊若死，民数记第19章11节到19节安尼记载，若有接触到伊、摸到伊的人，拢爱看做无清气。上时爱举行洁净礼7天了后，才会当得到清气。这检采也是后来咱会读到，主耶稣伫路加福音第10章读到讲到一个真出名的譬如，叫做好的撒玛利人的譬如。其中头2个人经过伊，一个祭司，一个利未人。因经过一个去互人拍半死的人，倒伫迄个路边。因毋敢接近伊的理由有可能是，假使这个人若死，
因为律法的缘故，无法度继续去圣殿来服侍。12这个数字，伫这两个故事内底，这么凸显，所以真侪人认为，检采作者用来披露以色列百姓12支派，总是对人的角度来看，12上短，搁上长。这个查某囡仔只有活12岁，不只是现代，连古早看起来嘛上短，敢毋是咧？伊还未看到这个世间，甲伊的人生就要死，实在上短。总是对这个犯血漏的负责人来讲，12年安怎上长啦？规工都挡袂掉啊！搁12年，一工拢挡袂掉啊！因为伊若治着这个病，连伊交朋友，连伊的敬拜拢互人拒绝。这两个负责人实在互人感觉真艰苦。路加福音第8章44到45节，新的台语的译本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来做伙来读哦，来。伊行活去耶稣的后面，摸伊3句的手，伊的血漏随时止。耶稣讲：什么人甲我摸？大家拢讲无。彼得讲：老师是群众客来客去的时，甲你客着。我毋知影咱大家当迄个上下班的时阵，捌坐过火车无？也是去迄个台北捷运坐捷运？迄上下班的时阵吼，迄爱用客对无？爱用抢的，才有法度客入去。然后客入去了，你突然间会发现，讲一个青云人，就徛伫你头前。一个启动，迄个一个启动是毋是爱抓的对无？啊，有当时啊，若无抓的，就会安怎？只好抓边仔的人啊。所以，迄个客来客去，这款的情形，就亲像当时主耶稣这个情形。耶稣客伫迄个人群内底，伊要去看叶老的查某囝。这时，这个血漏的妇人就来到主耶稣的脚趾边后，就摸伊的衫的衫手，所以伊的病随时好。爱知影，咱爱知影吼，伊摸了随时好对无？这样代志，啥物人知呢？两个人知，一个是耶稣对无？一个只有这个迄老的妇人知啊。只有两个人知呢。总是这时，主耶稣停落来，话头讲送什么人？我摸迄个旧的翻译本叫做治罪啦，吼，总是治罪，即摆无人咧用啊啦。所以新的翻译本就直接讲啊，什么人啊？啊是什么人咧？我摸一个啊？彼得就安尼应老师啊，客来客去，大家拢有可能带你摸到啊。什么人大家摸，大家拢有啊。路加福音第8章46节到47节，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耶稣讲：有人甲我摸到，因为我知有大能力对我出去。负责人知影暗砍袂牢，就皮喘来拍伫耶稣的脚前，伫众人的面前讲伊是安怎摸耶稣，佮伊的病安怎随时好去。咱来知影，因为这个旧约律法内底这个清气、无清气的条例，至到这个得到血漏病症的负责人，伊需要暗砍家己伫人群内底。伊边仔的人若知影讲伊有血漏，会安怎？会随闪开啊！因为若接触到伊，就无清气呢。亲爱兄弟姊妹，
这个对咱讲，什么会叫做信心？这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，毋是来到台前，伫人甲上帝面前讲，主你是我的上帝，安尼尔。这个可怜的负责人，伊排除万难，下定决心要接近耶稣，伊想要得到称气。当伊伸手去望耶稣的时，伊已经有信心啦。所以，什么会叫做信心？信心是伫一个无平常的所在，甚至是无人看见、无人知的所在，你的信才真正伫遐兑现。甚至伫咱未捌想过的时刻内底，咱的信才会伫迄个所在来显明。耶稣找伊，毋是毋知影这项道理。总是主耶稣爱伊，伫迄群过去闪伊的群众内底面前，勇敢来做见证。路加福音第8章48节，主耶稣是安尼对伊讲的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，耶稣甲伊讲：查某囝，你的信心互你好去啦，平安倒去。这个负责人的信心，互伊冲破过去伊的限制，就甲迄个互人歧视用香油去抹耶稣的负责人同款。主耶稣对因所讲的话是同款的。假使迄个有罪负责人是互法利赛人西文做模样，那安尼，这个犯血漏的负责人就变成做耶路甲当场证人的模样，是安怎讲呢？因为刷落来所发生的代志。路加福音第8章49节，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耶稣要得讲的时，有人对会堂主管的厝来，甲耶路讲：你的查某囝已经死去，毋通阁劳烦老师。当时人相信耶稣是上好的医生，总是人若死咧，恐惊上好的医生嘛无度呢。总是耶稣这位医生甲人无啥共款。路加福音第8章50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耶稣听到，就甲耶路讲：毋免惊，就信，伊会好起来。所以耶稣迄时就带伊的学生甲耶路就来到伊的厝内底。路加福音第8章52节，看到大家的反应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大家拢为着死去的查某囡仔在哭在哭。耶稣讲毋通哭，因为伊毋是死去，是在困。伫教会传统内底，你讲写这本福音书，路加福音，这个路加是医生。对路加来讲，人破病表示生命的扭曲，人的破病对到甲上帝创造的迄个形象无一致。人若死，搁较是上帝收回伊的迄口气。对耶路来讲，这个12岁的独生查某囝是伊上爱，总是伊爱学会晓放手，定睛看耶稣，相信伊，假使愿意交伫主的手中，也就是交互迄个创造伊唯一的上帝手中。那安尼，伊就会看见伊的查某囝毋是死，是困，是咧困。路加福音第8章53节，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因为因拢知迄个查某囝已经死去，就甲伊提笑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咱所活的这个世界有时常有的反应。真侪人用机器、用踢笑的方式来踢笑这个信的人，以及
即群信仰的群体，就亲像即群伫耶路厝内底的即群人。路加福音第8章54节到55节，刷落去，主耶稣是安怎用行动来回应因呢？做伙来读这段经文。来，耶稣牵查某囡仔的手，大声讲：“查某囡仔，起来！”伊就回魂，随时爬起来。耶稣吩咐因，就互查某囡仔食。当众人看这个查某囡仔已经死，耶稣却看伊是困。耶稣用伊在困，说明伊的关联。虽然用人的眼中，在困甲死差真多，总是主耶稣要对咱讲，伫伊手中就是人死，伊看嘛是困尔定。假使伊人愿意，就会亲像这个查某囡仔，只要伊叫，就会醒，就通起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两个故事伫结构顶头，先来讲这叫做三明治，对吧？一开始咧讲耶路的查某囝，上尾嘛是啊，中业一个故事。所以先来咧对咱讲，这两个故事是咧讲一项代志，讲一项代志。但是，什么人是上帝的囝儿呢？假使来用旧约律法的标准，这两位女性拢毋是，一个无清气，一个也未成年，甚至也死啊。总是主耶稣用伊的行动咧对咱讲，因拢是上帝的囝儿，是上帝所怜悯、所疼的囝儿。当主耶稣用问话爱这个迄老的妇人人对群众内底出来。我相信，伊这个妇人人心内底一定有真侪挣扎，总是伊有缘行出来，伫众人面前勇敢做见证，这表示这个妇人人得到完全的医治，因为伫主耶稣互伊蒙的迄时，这个妇人人性命不断流失的所在，得到止线。得到医治，总是爱等听候到伊勇敢伫众人面前做见证的迄时，伊才真做众人的福音，嘛真做咱的福音。当主耶稣主动去救这个死去的查某囡仔的手的时，在人看来，这充满禁气、无清气啊！总是伫主耶稣的眼中，伊只是要叫醒伊。因为伊困去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主的手嘛要摸咱，主的手要互咱医治的快乐，只要咱信，信伊会当拄着伊，信伊会当开始学用祈祷的心去摸着伊。有时毋是咱主动去摸着伊。是伊来蒙咱，咱会感受到，总是迄时，这就换作是信心的功课。当咱蒙着伊，咱就会发现，原来上帝已经互咱伊的医治甲关联，伊要互咱的病痛止煞，伊要叫醒咱已经困去的神，互咱真正活出。伊的阳光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是安尼讲，前面对，应该各有一节啊。希伯来书11章第1节是安尼讲，信是对所毋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。和这是后壁吼，1844年。10岁施布真，伊去伊的阿公的厝内底过暑假。伫迄个暑假一个主日，当时英国真出名的布德加尼尔，
到迄个砖头的教会内底来讲道。尼尔，互人称作是19世纪带上侪俄罗斯的人信主的宣教师。当时尼尔是英国一间教会叫做罗兰希尔教会牧师。这个尼尔牧师伫主日讲道的时阵，看到司布真10岁，然后下晡出去外口报道时，嘛佫看到伊，所以就会后就招司布真讲：啊，你住倒？伊讲：啊，我就来遮聚会，我无要信耶稣啊，我就看人多，我就兴兴啊来参观参观。尼尔牧师就约司布真隔工早起是6点来教会，结果确实司布真隔工6点就起来，就去教会找牧师，然后尼尔就甲伊分享福音。司布真讲：我毋是要信耶稣呀，你莫甲我传。尼尔佮继续约，隔工6点佮来，隔工尼尔伊讲做见证，司布真嘛是毋信。第3天，佮招伊来，尼尔大讲：对上帝是奇妙的一生。10岁的司布真来讲：啊，我无要信上帝啊，他会对伊。上尾，当尼尔牧师要离开迄个砖头，上尾一遍约司布真，尼尔跪落来，看到伊就跪落来，为伊祈祷。然后司布真讲：啊，迄时阵伊就跪落来，大人就跪落来，伊嘛囡仔吼，做囡仔，就安尼对伊跪落来。祈祷煞，尼尔对伊讲：你会得救，我会一直为你祈祷。我相信有一天你要徛伫真侪人面前来传讲基督。所以迄时尼尔就对伊的裤袋仔摕6仙钱，英国钱啊吼，6仙，放伫司布真的手里，来讲：你做传教者了后，有一天，请你来罗兰希尔教会传福音。你带人唱圣诗的时阵，请你带唱上帝作为何等恶弊这条歌。这个钱是我先付你的讲师费，你爱纳的，然后下其实这要付你的讲师费。我毋知影这项代志要哪成就，总是我知上帝要看顾你，上帝应允有稳定。15年后，司布真真正成做牧师。1859年，伊得到一个邀请，因为迄个夏令营讲师破病，就推荐司布真去迄个儿童夏令营来做主要讲师。伊去了后，伊才知伊去的所在就是罗兰希尔教会。伊徛上迄个讲台，伊真正就带大家唱迄条歌，叫做《上帝作为何等恶弊》。司布真后来安尼写，伊讲：尼尔牧师的服侍，互我体会到伫水边夜景的服侍。伊夜景了后，无时间照顾，无机会来拄堂，总是伊伫上帝恩典内底体会到每一个细囝，就是伊还未信主，日后拢有无限的机会。有一天，主要互因结实累累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信是听候的功课。就亲像咱拄传道书所讲的，什么事是上帝的事，毋知。有时，总是咱假使若破病，一定会亲像这2个可怜的妇人人，总是破病头一天，咱袂想到。爱等超过12天，甚至爱等，甚至死去，才有法度拄到耶稣。尼尔牧师死了后2天，司布真还踏上罗兰希尔这间教会的讲台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尼尔牧师毋捌看过伊当时的邀请实现，总是伊有信心。
伊有信心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只要信，咱就会对生命中遐个咱掠袂牢的代志有把握。所以，我毋知影上帝什么时阵会怜悯、会医治，总是我相信，伊的手会摸着每一个相信伊遐个破碎、病痛的性命。我毋知影伫死亡的边界顶头，到底上帝的心意是啥物货？总是我相信，伫伊手中，死亡伫伊手中。以赛亚书第40章31节。和合本是安尼来写翻译，咱做伙来读这个这是华语的吼。总是迄个听候耶和华的，要重新得到快乐。真侪人拢会背这段经节。总是新的台语译本，就是新的翻译是安尼翻译的，讲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会得到新的快乐。我相信翻译的人一定捌辩论过，到底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是听候伊，还是倚靠伊？请问，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是倚靠伊较侪，还是听候伊较侪？其实我感觉拢是。我后来读的，我感觉拢是。我相信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，是倚靠，嘛是听候。因为只有一个愿意听候伊旨意的人，才是一个真正用信心、专心倚靠伊的人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。因为阮有限的生命内底，有可能需要侪侪听候，就亲像这两位妇人人共款，阮有时阵嘛要听候你的救赎，甲你的恩典。总是阮相时听候会到咧，主阮毋知，求上帝怜悯阮，帮助阮伫听候中倚靠你。伫倚靠的内底，对你有信心，求上帝帮助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时我要邀请咱大家来献开新圣诗第366首。新圣诗第366首，我要邀请咱大家来吟第1节到第2节，坐地吟就好。咱要吟2节，头前咱要吟2节尔吼。主你的辛苦替我受拍破，流出你宝贵，献出你听我，当我要这道恭敬感谢你，耶和华。世间的烟花，快乐无孤单，只有主世界，眼望无眼光。当我要献心，求你相知心。
永远来好塞你。以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纪那属地以教会陪参者参加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纪那归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恁纪那着我担当台，着就跟我要互恁安息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甲咱做伙伫地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背伊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。既然恁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，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，所以咱伫伊的名，照伊的模样，大声来感谢上帝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当阮照你命令摆设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这事。愿谦卑求你找圣神、圣别馆，也圣别者的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，愿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伫你恩典的帮助，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会成长伫你恩典中，通荣耀你圣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我要邀请咱第一个，我要邀请你为着你的性命来祈祷，会行下祈祷，为咱的性命会病痛祈祷，为咱性命中拄着艰苦困难的时来祈祷，为着咱的性命丰盛欢喜的时祈祷，想到丰盛的时，就爱感谢；想到困难病痛的时，就爱恳求，求上帝医治，求上帝怜悯，求上帝帮助。请咱来做第一个祈祷。主要饼，就跟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。就跟我的人，我决断无去杀伊。
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，就惊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咱做伙来领受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洗你袂，既然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我要邀请咱大家来做第二个祈祷。我相信咱的生命内底，拢有咱目睭刻刻，拢记会出因名、下面以及这个人。所以，我要邀请咱为着咱生命中咱所听，目睭刻刻，拢记会出因名的每一个人来代祷。咱求上帝怜悯。求上帝医治，知影因的欠缺，这个人拢是咱所疼的人。这个人有一寡人是疼咱的人。当咱目睭刻刻，一个一个拢通叫出因的名的时阵，我要请你为因来祈祷，求上帝医治因，保守因伫苦痛的内底，假使因有受困迫。求上帝保守扶持，假使因也得到荣耀欢喜的时，求上帝帮赞，互因通感谢上帝。求上帝保守扶持，互咱所听的人会当同得平安。对啊，所讲，拍门，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，我要去入去，就困伊来甲伊食，伊也甲我食。愿上帝应允帮咱扶持，互咱得到伊听，做伙三角地带。这个杯是新约，伫耶稣基督的血洗你袂。今仔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做伙来领受。咱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咱做伙伫地。请咱做伙来祈祷。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最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，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。阮的主上帝。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
奉献阮本身，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有比帮助阮。这个圣洁对答以应要你性命，奉阮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时，请咱做伙来念圣诗第366首第3节。我打进别前，因无主故你，上阿乐音是，每日拢欢喜，求主你赞我的忠心不移，你高你高。地高你高来，地高你高来的是。这时，咱来奉献。咱请赵美珠甲赖建成执事来书写。起立来吟奉的诗。这是来报告的大声，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今仔日的金句，信就是所仰望的实在，甲未看见的事的标准。希伯来书11章第1节，请咱来读2遍。听，信就是所仰望的实在，甲未看见事的标准。希伯来书11章第1节。信就是所仰望的实在，甲未看见的标准。
以必来使经理在。咱这是来报告，咱先开先迄个周报的第一页，甲第二页。第一页是咱的下周的事项人员，请咱家己来看。第二页是咱的周间的聚会，咱有大大要来回复吼，请咱大家来看，来注意。第三页是大岛的事项，第四页是奉献的明细，敢有订单的，请咱咱的中级来更正吼。消息的报告。今仔日第一项，今仔日3场有举行圣餐。第二，财务部会伫咱等一个礼拜煞，咱到701的教室来召开财务部的部会，请部员来出席。后礼拜，4月份的伫月中集长老是简成长老，执事是黄志辉执事甲李进义执事。后礼拜要召开，伫701礼拜后要召开小会。请小会员参会。教会消息，咱伫4月15拜五暗时7点半，伫本会要举行受兰州的联合圣餐礼拜，北一区新德中的北一区的，请咱准备心来参与。第二，咱双人团契的聚会渐渐要恢复，请咱来家己来看。4月7日第一届。第三点，咱教会的迄个读经运动到3月底结束，有迄落的，咱请咱家己来看，来登记吼。第四点，咱是4月要开始有线顶的查经，内容是路加福音的导读，配合牧师的讲道，有系统来讲道先。咱对4月12要开始吼，请咱家己来看。咱也咱的干事来加入这个咱的群组。第5点，4到6月新安宫读本已经到啊，需要到办公室来领取。教界消息中会办上联的国内旅行，请咱家己来看来报名。全国中级联谊会，咱我请咱家己来看来报名吼。以上报告，请牧师来补充报告。我来补充报告3项代志。头一项，咱4月份开始，教会侪周间的活动甲聚会会慢慢来开放，所以请咱也爱注意这个聚会的指引，总是求上帝也保守，互台湾的社会渐渐，互咱的生活嘛渐渐来脱离这个疫情所影响，所以请咱持续为着咱的教会开放以及台湾整体社会疫情来祈祷，求上帝引带甲祝福。伫顶礼拜，传道部有决定，就是对7月份开始，咱的台语礼拜要刷来早起时的9点，所以请注意哦是9点哦所以我会对即礼拜开始来宣传，一直宣传到6月底，所以逐礼拜我拢会宣传这样代志。就是对7月份开始，咱的台语礼拜要刷来到早起时礼拜日的9点，然后华语礼拜要刷来礼拜日的早起时11点，这样代志会确定落来，详细我就会开始宣传。总是不只是教会时间、聚会时间、主日礼拜时间会改变尔定。咱毋茫，因为这中间有真侪调整，包括圣歌队、敬拜团，包括主日学，有真侪团体会伫内底来调动甲改换，所以阮会真细致来调动，像是甲每一个团体来参详，讲到时阵安那来调整咱的练习，就是这个进行的时间，到时阵会做伙公布。应该是对5月份开始，我会请行政部这边就公布伫周报顶头，然后就开始广告。毋茫咱大家会当记得，不只是这个礼拜时间的改变尔，我嘛毋茫透过这个礼拜时间的更改，要完成咱的礼拜详时开始要推展，所以要推广大家伫主日礼拜内底。咱若假使来参加这个早起是9点开始的主日礼拜，
刷落去，阮就邀请你来小组，然后若假使会使，就留伫教会泡茶嘛好。到12点半，咱会当做伙来食饭。所以，阮中间会阁安排一寡活动。所以，换一句话来讲，刷落来，我要邀请咱大家来教会参加礼拜以外，一礼拜内底至少爱有一场礼拜参与一场礼拜，一个服侍，以及一个团契也是小组。所以每一个人拢有3项，这3项代志吼，爱记一咯吼。3项代志生活中嘛真欠人，所以咱也感觉咱有喙会当唱，咱拢有喙的款啦吼。应该嘛会当唱啦吼，所以会当来唱生活队啊，服侍一项。所以刷落来，我就会开始推广。咱嘛爱为着咱这个礼拜内底吼，咱有看到伫咱中间阁有真侪空位，咱若看到迄个空位，就爱相对讲，嘿。这古早啥物人坐伫遮，有伊祈祷，然后咱就会当敲电话，祈祷一段时间了，就会当敲电话来邀请讲，转来做礼拜啊，阮礼拜开始改变啦。换一句话来讲，看到空的位，就爱祈祷，为着迄个位祈祷讲，主啊，求上帝帮咱，互即位有人来听你的话语。所以爱记住咯，每一个人未来是安尼哦。一场至少参与一场礼拜，一个服侍，然后呢，一个团契，也是一个小组。要邀请咱大家这3项爱记住咯吼。所以说来，唔通嫌牧师啰嗦哈，我会一直讲哦吼，我会一直讲哦吼，唔通嫌牧师啰嗦，这3项爱记住。这头1项，第2项要请咱。第3项啊，歹势吼，因为头1项已经讲了，就是咱4月份开始，真侪团契会开始，真侪聚会，所以请咱爱会记住注意这个聚会时间，特别周间有聚会时间，请咱爱会记住。第3项是4月份咱要开设一个线顶的查经班，这个查经班开课的老师是。美智姐，伊是华神大学硕士班毕业的学生，随上伊的同学真侪拢咧做传道，拢咧做牧师，所以伊是真有资格来这里通告者。总是伊的专长毋是遮的，伊过去的3档拢伫这个台湾圣经公会咧翻译以及咧编辑，所以伊对圣经的翻译以及对圣经。的人物内容的人物有真深入的研究，所以伊伫圣经公会伊有甲我讲，伊讲吼，伊伫圣经公会也无用到一个坎站，伊要休假一个吼，伊无，所以才有法度开这个班。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，当然早起时伊有咧甲我讲吼，若伤侪人检测暗时嘛会当开啦吼，因为这是线顶的查经班，所以咱会当上迄个。赖群组内底吼，就参与这个查经，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，这路加福音上时美智姐已经阮有参详过，拄好我最近拢咧讲路加福音，伊讲安尼来爱规个来看迄个路加福音，咱阁好好啊来读一下，所以即边会查路加福音对头到尾，所以邀请咱大家，假使拜二早起时你有时间10点到11点。然后11点到12点，11点半，咱会当问问题，假使若伤侪人，嘛有可能开第2班啦吼，总是不要紧，这还阁讲。愿上帝帮咱扶持，互伊的话，伫伊相信伊的人身躯顶头，真正得到快乐甲祝福。这是来上映393首，上映393首。今咱起立来吟全首，是煞听牧师祝祷。老传言。恩典主宰
在，万族千户感谢跪拜，白家诚实因公义仁爱，尊严常在，直到万代。请做伙来领受上帝的快乐甲祝福。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电乐灭倒。平安的，请咱的头前后壁说，讲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